咩物仔就咩物其實攏其到咩話，係明年都攏其到咩話，你莫講，印度咧出門時，海洋聰明前來做那點不同的事，印度咧出門。出門時海洋出門，海洋出門，青海做那一點不同的事，做不同的事，那一點不同的事。兩張乜仔？印度呢？出門是西海洋，出門青海做不同的事，印度的出門就是 intelligence 聰明，出門是海洋出門青海才會做不同的事，不同複雜的事，他才能夠做讓人佩服的事情。印度的出門是海洋出門青海做不同的事，有面分散幾個國家，也要托付我們有面努力向上，時不待我，祝願有面學業有成，走向文明進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來永永不海，海來不免平安。